根据城大统计，全台湾有机车驾照的65岁以上的占差不多1成，不过出车祸的比例是有悬到要4成。台北监理所特别开办中高龄驾训课程，针对中高龄设计安全教学，望减少失落骑车事故发生的机会。教练出发，他时速不用快，时速30就好。 教训员骑车适犯错误的大东啊，5位中高龄的学员认真听课。这是台北监理所甲驾训班同齐开的中高龄驾训课程，内容包括车辆检查、紧急动车、透过倒算、明白交通规则等等。参加的学员讲，家己骑车20多年，因为过去机车考照免上驾训班，这个上课才知影大东啊的美感，认为这个课真有帮助。 骑车骑20年有啊，因为以前学的时阵是阮爸爸教我教的嘛，所以我们没有上过这个驾训班呐。今仔日教练甲阮讲的，就是讲，咱刹车是要怎么样的标准动作，我觉得收获很多啦。 根据统计，全台65岁以上骑车的族群大约1成外，但这个族群出车祸的事故率缩减要4成。学者观察时代上定出现无拍方向灯、无戴安全帽这款的违规。长者的车辆控制没有想象中的好，这是一个基础的车辆操控就已经有点状况了。他们会自己承认我没有打方向灯，或者是在偏乡里面。 乡村没有戴安全帽，他们其实自己也会讲。另外，台北监理所讲，这个课程会当申请中央以及台北市政府的道安课程补助，学费等于是拢免钱。望市民多加利用，提升交通安全，保护家己嘛，保障其他用路人的安全。记者柯选柯明在台北报道。